后来这个中部嘛是乱糟糟，彰化市公所一透早就来真侪乡亲，有袂少人是咧遐无薪假，想要来申请补助，到现场才发现讲条件有够多，互因感觉讲要申请这1万块是相当的困难。台中的状况嘛不止遐多，区公所是加开柜台、加派卡手，真有耐心甲民众来解说。若分林咧，农渔民对补助的项目无袂清楚。真侪人想要领1万块的纾困金，到现场才发现讲11号才来开放，现场嘛是真混乱。想要申请纾困补助民众袂少怨言，因为来到现场才发现要有被资欠的证明、退保记录，只有扎一本假金簿啊，根本袂当申请。另外，也有平常时生活工作阿嬷，嘛因为手续上复杂，只好甲文件搁扎转去甲厝内人研究。另外，南投满地临时工讲家己的雇主每工无固定，但申请的文件竟然爱雇主提出收入证明。家长跟我说要雇主，我要出来办。而且我是一个单亲，都快养不活了。申请的人真多，但旁边的人嘛袂少。台中西屯区公所一透早加开5个柜台来应付。员工摕大声讲宣导注意的事项，真无用。就连地方的里长嘛舞甲一粒头两粒大。这个明明我都唔知的情形下，你居然说找我们申请就可以？另外，婚林渔会嘛真侪人，不过因是想要来领农渔民的排付纾困金，到现场才发现讲是11才开放。3万的嘿，1万的也无开始的。渔会讲，针对农渔民的补助有2种，无雇主渔民3万块补助已经开放申请，但是行政院加码排付的纾困金要等到后礼拜，袂少人无清楚，互纾困申请的第一天场面乱糟糟。